湖人今24日做客挑战鹈鹕，詹皇 LeBron James 攻下27分7篮板12助攻，但鹈鹕在一哥 Anthony Davis 因伤继续缺战的情况下，靠着团队多达7人得分上双，以128-115获胜。赛后詹皇认为，湖人本季受到太多伤病影响，导致战绩无法起色。詹皇本季遭遇生涯最长17场因伤休战，现在球队控卫球哥 Lonzo Ball 因伤休战11场比赛，还不知道何时能归队。詹皇表示，他在加盟前就了解湖人是年轻球队，需要磨练，但伤病太多了，盼能尽快找回球哥。詹皇认为，现在球队除了伤兵，更重要是在场上保持专注，从比赛一开始就要有紧动感。前一对火箭的比赛就出现这种不专心的状况，我们再次在第3节替自己挖坑，我们必须走舒适圈。詹皇说：“我在扮演那个唱反调的人。如果你从未走到顶点，你不知道要到达目标需要付出多少努力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害怕走出舒适圈。我们还有23场比赛，从开球开始改变，不要害怕全力以赴，让我们走着瞧。”湖人今天不敌鹈鹕后，胜率掉下50%，目前以29胜30负暂居东区第10名，距离第8的快艇有4.5场胜差，还需加把劲才能挤进季后赛。